嗱，我係 Stephen Ken 簡先生，大家好啊！3分鐘做3道餸，你信唔信呢？嗱，而家我就做俾大家睇，點樣3分鐘可以做到3道餸。嗱，而家我哋開始啦。我而家想前面嗰啲呢，就係我啲已經準備好嘅預備好嘅所謂材料，咁我只要而家呢放落去我後邊嗰部我叫做 AI 智能煮食機，佢就會幫我喺3分鐘之內全部將所有3樣食物都一齊搞掂。嗱，而家我哋開始做第一個 ，OK。嗱，個門呢就打開啦，咁我就只要將個食物放入去，閂埋個門 ，OK。咁啊，第二個啦，我又都係一樣同樣一樣嘢，打開道門，咁佢又可以俾我放落去 ，OK。我閂埋道門啊。第三個打開道門，放個盒落去，嗱個盒咧就喺入邊。咁而家咧佢就自動喺度煮緊㗎啦。咁即係話咧好快脆啊！佢就會嗱，而家我哋睇睇個時間啊。而家大約仲有1分鐘到，好快脆，你就會睇到啦。1分鐘到啦，佢就會差唔多煮好㗎啦。3個餸一齊，而家煮緊嘅全部啊！我今日預備3個餸咧，就係咩咧？一個就係麻婆豆腐，一個係乾炒牛河，另外一個係齋餸嚟嘅，豆腐卜啊、西芹啊、辣紅椒啊咁樣嘅。咁就而家好快，我講幾講佢，其實佢都差唔多，已經哇好，仲有一個仲有30幾秒、40秒，咁就已經係完成㗎啦。咁嗱，完成咗之後咧，我就會俾大家睇下佢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啊！嗱，我依家已經準備咗啦，有幾個碟喺台面。咁主要咧，到時咧我就會將嗰啲煮好嘅餸咧就攞出嚟，然後將佢放落去放落個碟度，咁俾大家睇下。咁大家睇下到底點樣可以真係嗱？而家開始第一個餸已經做好咗啦喎，咁我就將佢你睇到喎，我將佢攞出嚟。你睇下熱辣辣啊！呢個就係第一個就係乾炒牛河。嗱，大家睇下，呢個就係乾炒牛河，你睇到啦啊！咁第二個，第三個全部都甩晒嚟啦！呢個犀利，喳喳聲，我哋睇下咩嚟先啊！呢個係齋嗱，你而家大家睇到啦，呢個係一個齋餸嚟嘅啊！一個齋餸，你明啊？俾大家睇下嚇，OK。咁啊，仲有一個餸，出埋嚟先。呢個色香味啊！呢個係麻婆豆腐，好嘛？咁我依家咧將佢倒落個碟度，俾大家睇下。而家咧3個餸，大家都睇到啦，係全部做好晒。麻婆豆腐啦，嗰個係齋餸啦，同埋一個係乾炒牛河。你話係咪真係3分鐘可以做到3個餸咧？真係打針都冇咁快。所以換句話講，我呢部 AI 智能嘅煮食機係真係幫到大家慳時間，慳人力，省時省錢慳錢，因為自己做當然比較價錢好過你出去邊食啦。咁所以換句話講咧，如果大家對我呢部機佢3隻門都打開嘅呢部機有興趣，咁咧記得點讚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嘅意見係點樣。我會喺嚟緊嘅頻道咧係做多啲唔同嘅餸俾大家欣賞，俾大家睇下。另外咧，你可以有興趣可以同我
約時間可以嚟我呢度示範試食，咁我可以真身做俾大家睇下，真係你會真身體驗到點樣真係3分鐘啊可以做到3個餸啊！平時你可能要花1-2個鐘頭喺個廚房，而家你就唔使啦，無油煙、無明火，環保、健康、好味啊 ！OK， 嗱，記住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俾多啲朋友知道。咁呢部咁嘅我叫做一部 AI 高科技嘅智能炒餸機，我係 Stephen Ken 簡先生，記得啦，留意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。